警方伫台中清水抓到偷抽油的一个集团，因甲中油公司的油管挖空偷接，甲这油摕去卖。中油公司伫去年9月才发现讲这油管的压力出问题，查到到地才发现讲有2000粒价值6万块的柴油互偷摕走啊！警方抓到这5名嫌犯，检方也认定讲这有公共危险罪记录，以加重窃盗罪加起诉。 警方撬开铁片厝的大门，厝内有真高的油味，涂骹拢是工具甲管线。警方了后，伫厝外屋发现中油主要送油管线，互人另外接管偷油。这个汽油管对，12寸汽油管。对，汽油、柴油、燃料、汽油机。 警方抓到姓陈甲姓涂为主的5个嫌犯，调查发现，嫌犯捌伫去年5月伫中华鹿港挖港偷油失败。 去年7月，伫台中清水临港路发现中油所带的送油管线，马上碎这个铁片厝接管偷油。经查，该窃油集团至少窃取超期柴油7次，数量约2000公升。另外，遭破坏之油管设备修复费用约新台币161万余元。主要溜的啊，为哪里只溜啊？讲车。 中油公司伫去年9月发现油压无正常了后，报警发现油管互人破坏，嫌犯偷卖2000公升的柴油，市价差不多是6万。中油也要向嫌犯求偿，而且加强管线监控。盗取我们的有价值的这个物品，整体来讲，它就是违法的行为嘛。那我们就会依据我们实际上的损失，那相关后续修复的费用，我们就会主张跟他求偿啊。 任陈姓被告等5人涉犯刑法之窃盗、毁损等罪嫌明确，依法提起公诉。台中检方除了用涉嫌加重窃盗罪、甲损毁罪定级起诉，另外新竹主嫌等人用无成熟技术偷油，有引起公共危险的记录，影响民生经济、社会秩序重大，请法官爱用重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